僵化嘅架構同埋體系，好容易會扼殺創意同埋創新。企業必須有一個管治體系，一方面可以平衡新同舊嘅 business portfolio， 另一方面亦都可以號召同埋鼓舞跨部門嘅承擔同埋合作。近年喺歐洲同美國吹噓嘅類似工具同埋體系，包括 Balance Scorecard 平衡積分表、Concurrent Engineering 同步進行工程、Stage Gate Review 關卡審案制度，就係針對建立一啲管治嘅體系嚟到推行創新。當然 ，Innovative Teams 創新團體或者 Innovative Team Projects 創新團體項目，亦都好普遍流行於現代嘅企業。呢啲團體項目都擁有一套一套管治理論同埋管治嘅工具去推行創新。呢啲工具同埋體系包括員工嘅建議系統啦、員工嘅激勵制度啦、客戶嘅創新參與啦、各為用家參與啦、創新嘅網絡啦等等嘅公司結構嘅系統咧，都係務求推動創新嘅活動。例如 GE General Electric 為咗創新，曾經建立過幾百條、幾千條嘅團體項目嘅 team 出嚟去建立創新。呢啲 teams 咧一路為佢創新，一路為佢尋求利益，直至到佢嘅 revenue increase 咧係達到18個點，而18個點嘅翻譯咧就係億元嘅美金計嘅。